天氣的消息來看，今仔日一直到禮拜呢，其實攏是真燒熱的好天。南部地區甲山區在過晝較高落西北風，所以天氣民眾出門都要會記得早雨傘。因那第13號風颱北海低呢，氣象署是表示講，目前這條風颱離台灣猶閣4000公里這麼遠，上緊就要等到後禮拜二開始才會影響台灣。這幾天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天氣攏真燒熱。氣象署表示，拜五甲拜六因為天頂的雲較高，天氣較無穩定，南部甲山區過晝較高落局部短暫的雷公雨。若禮拜至後禮拜一實際雲較好天，山區可能會落西北風。在今明2天受到高壓的影響，但是同時高空環境又比較不穩定一點，在整個台灣上空雲量比較偏多，大致上是以多雲的天氣為主。在山區以及南部部分地區要留意午後雷陣雨，那西半部偶爾會飄點零星的降雨。那到了2號、3號，整體天氣以多雲到晴為主，不過在山區活動還是要注意午後雷陣雨。氣象署也指出，第13號強烈風颱北海低，未來會向西北西往日本的南邊、台灣北邊的海面行線，強度也會繼續增加。不過，因為目前風颱離台灣有4000公里以上，還真遠，所以暫時未影響咱台灣。後續影響的程度，閣要看風颱行的路線。目前白海豚颱風它距離台灣還超過4000公里，位在非常遙遠的一個洋面上。那後續預計會朝西移動。那因為颱風接近我們的時間還有5-6天以上，那這一些大環境的變化都還是有一些變數的，我們會持續的觀察，也請大家多留意後續的預報資訊。氣象署提醒，拜五至禮拜，中南部外山區、湘北地區、花東中國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。另外，後禮拜二開始，受到風颱北海低的影響，基隆北海岸、東半部甲恆春半島的沿海可能會有大湧，請民眾要特別注意。記者郭友基林秀凱台北報道。